台东绿岛出名的藏水点小丑岛，是啥真侪游客去看小丑仔鱼，也有选乌搭。不过4年前，绿岛南寮渔港的爆花征收，多少生沙石仔流往小丑岛，甲这选乌搭砍掉咧，鱼都拢无去。官府即阵已经暂停施工4年外，海底生态总算慢慢恢复。咱做伙来看。109年，绿岛南寮渔港做爆花修建的工程，不过施工单位无注意到海底生态。造成附近小丑岛的藏水点，因为施工大量扰动海底的沙石，船乌搭去有真侪沙石仔砍掉咧。船乌搭的生态是损得较真严重，海灵嘛死亡，三脚牛仔嘛无得看。在109年，其实有很多的因素，包括了码头工程以及当年有很多的一些强降雨，造成很多的泥沙冲刷到这个海里那造成这个泥沙覆盖其实非常严重。事件发生了后，县府暂停施工。东海华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委托台湾船乌搭学会做4年外的监测。今年4月，研究人员发现讲，小丑岛的海灵大量生态，真水色的三脚牛仔嘛转来啊。研究人员讲，自然生态只要莫阁有人为的干扰，加上好好保护，生态链会家己修复。海葵恢复的不错海葵7、8成应该有，然后小丑鱼有回来一些，但是感觉数量还没有像以前那么多。但是目前过得还蛮好的。东管处表示，透过长期监测小丑岛恢复生命力、呈现生态自然修复时间的长度，这数据会当提供参考。不过，即马绿岛南寮渔港佫一届咧施工，专家呼吁县府伫咧施工进前甲规个过程，拢爱做好生态检测，小丑岛较袂佫受到损伤。公视新闻台东报道。